當我哋去預備考 Pre-S1 嘅時候呢，有一種題目小朋友係真係走唔甩嘅，喺閱讀卷裏邊。昔日不論透過我自己嘅自身觀察，定係真係小朋友自己話翻俾我聽，最怕嘅其中一種題目呢，就係 Summary Close。佢係透過睇完閱讀理解一啲文章之後，經過自己嘅消化，然之後題目呢係留空咗有啲線俾佢啦，咁係需要佢只可以填一個字嚟到去完整翻嗰一句句子，究竟缺少咗啲咩資訊呢？其實由一開始去設計呢個課程嘅時候，我係基於呢一個嘅部分嚟到去有一個想法。因為真係清楚知道小朋友去面對呢一種題型嘅時候，好多時如果你冇一個好好嘅理解，永遠你都係估下，究竟我估下呢個字好似啱我個樣，不如就試下擺落去啦。其實可以唔係用呢一種嘅方式嚟到去面對呢一類嘅題型。咁所以由單元一開始，我哋已經建構到去單元4啦。如果真係好好地跟住整個流程嘅話，去到單元5，我係希望將我哋單元1至4做咗嘅嘢，點樣應用落去，真係實際地點樣幫到小朋友去睇得出嗰個詞性，或者點樣可以有能力去轉化。其實只要佢有呢個能力，佢去面對呢一種嘅題型嘅時候，佢已經係成功咗一大半。呢一個係針對小5、小6一個深度設計嘅強化訓練嚟嘅，唔係淨係為咗應試，而係希望小朋友自身有一個能力嚟到去強化，同埋有辦法去銜接更高難度嘅英語學習，同埋升入中學之後，喺初中佢都會面對更加複雜嘅英語學習。咁所以喺佢升中之前，如果能夠把握呢2年嘅時間，好好地打好佢嘅句子結構基礎，一定係對佢升中好有幫助。咁所以呢，各位家長希望真係記得追蹤呢個賬號，同埋將呢一份嘅專業方案呢分享俾身邊更多有同樣需要嘅家長啦。